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定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介紹一條巴士路線係去銅鑼灣嘅。咁不過咧，佢嘅客量咧就好少人搭嘅。咁呢條線咧，佢就係76號。咁你係啊，不過呢條76號咧，因為1982年香港啲隧道通車嘅時候咧。佢咧冇選擇行香港仔隧道，佢就選擇咗繼續行南豐道。基本上嗰啲咩38啊、42啊，嗰啲乜嘢線咧，以前都係行南豐道嘅。香港仔隧道通過車之後，佢就行香港仔隧道啦，因為快啲啊嘛。OK，咁我哋而家就講一下呢條巴士路線嘅歷史啦。1980年嘅12月15號。中巴開慢速路線來往射爬灣同埋銅鑼灣嘅百德新街。原本編號為72A， 之後屬72號支線修訂為76號。之後啱啱講到咧，1982年3月15號，配合香港仔隧道通車，所以呢條線改經司徒拔道。後尾呢個服務就由小巴5號線取代嘅。1985年呢，配合嗰港島線通車。5B 路線銅鑼灣總站遷回百德新街，所以銅鑼灣總站就遷返去摩頓台，即係76號線嘅改返去摩頓台嗰邊啦。喺1988年，由於小巴4C 開辦，所以啲人都去晒搭4C 小巴，算係好重壓咗76號一頭。係啊。1996年8月28號，呢條線就增設咗單層低台巴士服務，因為太少人啦。射爬灣開6點至18，朝頭早6點到夜晚6點。銅鑼灣就開6點9，朝頭早6點9至夜晚6點9，每90分鐘一班車，即係1個鐘30分鐘一班車。其實我覺得係咯，冇嘢。OK， 而家我哋進入咗千禧年代啦。2003年8月11號，因為往銅鑼灣方向改徑經禮頓道同埋邊寧頓街，呢個就係點解呢條巴士路線冇人搭，就係因為佢停邊寧頓街同埋佢行山道嘅，而家都冇改過，算係遠古方式嚟行，所以唔再途經天樂里同埋軒尼詩道啦。2022年9月11號，呢個有啲短啦，所以我加快。星期一至7點至8點半以外之時段，以後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全日開所有班次。雙子來咯，我將站及銅鑼灣邊寧頓街，同埋新增星期一至5上課日15點半由黃竹坑站開放銅鑼灣邊寧頓街先班次。唔知聽唔聽得明？應該聽得明，因為我講得就係卡殼。之後2023年1年後嘅同一日，取消星期一至5朝頭早10點至15點由黃竹坑開出嘅班次。星期一至5 6點至6點半，朝頭早6點至晚6點半班次回復射爬灣位總站。係啊，所以呢架車真係冇乜人搭嘅。係啊，冇乜人搭嘅，冇乜人搭，真係冇人搭。因為嗰陣有4C 小巴嘛，咁佢4C佢係行應該係行香水嘅，所以都比佢快啦。之後佢仲喺度行南豐道，佢而家都係仲係喺度行南豐道嗰邊，司徒拔道、黃泥涌峽道嗰邊。
走線較於迂迴啊！哼，呢個大點話？哼，呢個走線較於迂迴。好似OK，所以呢條線咧，真係其實咧，佢咧冇乜人搭嘅原因咧，就有兩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咧，佢係銅鑼灣邊嚟對間維美站，因為嗰陣咧03年嗰陣時候咧，佢係行天樂里即係軒尼詩道嗰度嘅。嗰陣以摩頓台維美站嘅，1980幾年就改咗。之後因為2003年太多線都係行軒尼詩道，所以佢係要將76號改一下，之後改到去嗰啲邊緣地方，改到去嗰啲禮頓道、邊人頓街嘅地方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佢俾城巴佢冇人搭嘅原因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咧，佢唔行香水，佢由從開辦以嚟一直都係行緊南豐道嗰邊嘅，司徒拔道嗰邊嘅。咁咧，其實以前嘅嗰啲車咧都係行南豐道，例如42、38，仲有啲咩線？呢個唔重要，重點係佢咧一直都冇變過，一直都係去行古老路線，一直都係行南豐道、司徒拔道呢啲路線。呢啲山道而家有咗隧道嘅話，就會變得好冇用。雖然講而家佢有一個朋友就係41A 都係行緊南豐道，不過人哋咧佢係行完南豐道之後要兜去大坑嗰邊，之後佢係俾大坑嗰啲人落去北角，咁應該41A 佔有比較勁嘅優勢啊，係咪啊？而76嘅話咧，我等我一陣啊，等我一陣。你喺南豐道嗰邊？係啊，你喺南豐道即係南豐道你。其實南豐道而家好似得兩條路線，就係70路同埋佢嘅朋友41A。咁如果你喺南豐道嘅，你要落去嗰個銅鑼灣嘅話，你最好都係行到去雲景道嗰度轉25A 啊，小鷹仔25啊嘛，最多應該都係啦。如果你想去百德新街嘅話，其實就唔必要行去邊寧頓街。不過其實邊寧頓街總站咧係隔住一個電車站，咁25A 嗰個站咧其實喺銅鑼灣嘅嗰個站就喺對面嘅啫，所以其實應該冇差好多。如果我有講錯嘅話，請唔好網絡欺凌我，因為我就係對路有啲唔熟。我唔係唔熟，係我應該係講錯，係啊，所以其實冇咩講。好，咁呢條片就到呢度，咁希望大家好中意呢條片，咁我哋下次見啦，咁大家拜拜。